日台北10分了，年度嘅故事，去录向热传奇，占日润。1962年，我新竹师范毕业分派到台北人，滨海10分了學校父母，該用是年輕嘅風景非常正，像人間仙境。可惜2多年來破壞常常很大傷啊！談講日本時代到愛去以前，談講嘅勝利很當好事，有錢都見點心店，還有麗莎餅店、服裝店、糕餅店、剃頭店、樣樣車圈，火車日日都按走摩天，來來去去嘅人像市場樣樣板鬧熱。直到1964年，炭礦再變屍體30冷沙了後，炭礦就天然沒落體了。該為人嘅身份，一旦實作全老炭礦有關聯，大炭嘅人，頭白人講嘅，猛死生埋，其實危險，唔知造成也安步。錢雖然傳來辛苦，上面太開太死，好唔知痛。雖然講係安樣講，有啲東西還係貴sem sem，尤其肉類最為珍貴。日本人都唔盼得買來食，也好買唔起。有間點心店，有段時間上發覺到最貴嘅街比也冇鳥兒，也冇狗，上污染無故，連連灑灑打唔見得。感覺到當奇怪，該比當達錢打唔見得，該損失就大了。點心店嘅條價樣又好壓又好收，其實談講年度當沒挑所應該東西，該年度幾款人多，幾款金多，條價樣衣服該比可能就係本年度所走嘅，以後佢見做生意，不是就見做能該比看，佢都該比順，並佢利嘅財道，有日事就變。果然本機就遇到該比天動咧，頭家娘當殺手，才到卡起就剁下去，一隻血定定嘅手指，等時跌到正邊當年，大年幾條見見能該血隻，到該年度不下去。長地係馬沙安西，跳那幾個該比咧。